多谢应选俗语讲兄弟同心乌涂的变黄金，伊毋过若是感情无好，嘛会发生命案。因对金钱的观念无共款，袂合手足相残。这新北市罗州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平常时甲因阿兄抑过因老母做伙大，昨早起可能是因为因阿兄呢开钱无伫咧站，即摆政府发了6000块，一个领着领，2个手又搁开了，双方起冤家搁相拍，失手用锁啊将对方吹死。 警察赶到现场，不偌久，救护人员嘛赶过来。原来伫遮发生一件小弟害死阿兄的命案。好，你好。好。真无简单，甲人讲出来，救护人员随较近叶康喙全力抢救，嘛紧甲人扛起烫甲顶。警察唔敢大意，紧甲人扛起救护车，因为伊当场已经无气，送去病院了后，嘛是无互救回来。 他们搬过来没有很少跟我们邻居互动，他们那是高风险家庭，以前常常吵架，最严重的是1个礼拜叫个3次4次警察都不是很稀奇的事啊。这件命案就发生在新北市罗州一间公寓，厝边头尾听到声音，惊到要死，嘛讲到两兄弟啊过去就定定伫咧商量。昨夜才10点外，44岁小弟讲，因为不安哥哥无工课，开钱阁无咧赚，一摆领着6000，阁随开完，两边才会开始冤家相拍。 小弟就甲对方压伫咧涂骹，摕边仔锁啊，将阿兄吹死，为了报警自首。第一时间逮捕犯嫌，全案进行司法相验，并依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死者过去就捌对弟弟申请保护令，嫌犯告完了后，佫甲警察讲早就是要安尼做，两边加对方真久，即摆趁老母含后生大号出门，害死家己阿兄嘛毁掉家己的家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